我轉到佢攞轉 right 旋，但係你知道收睇嘅係轉 right 旋。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好多人都問到我幾時會做 Kamen Rider 嘅排行榜，不過有追開我影片嘅朋友都知道，雖然時下有好多年輕人咧都會比較中意而家嘅 Kamen Rider，不過我就反而比較喜歡傳統嘅 Kamen Rider， 可能簡單得嚟又唔花俏啊。一般上咧我哋都會稱佢哋為 Showa Kamen Rider， 因為佢哋係喺昭和時期誕生出嚟嘅。作為日本三大特攝之一，有邊一位嘅 Showa Rider 你係見過嘅咧？又或者係你較為喜歡嘅咧？以下係我心目中10大最中意嘅傳統 Kamen Rider 嘅排行榜。喺我進入正題之前，如果你係第一次流入我 channel， 咁我 channel 主要係分享日本特攝、日本動漫同埋日本文化嘅 tema， 間中咧都會分享啲大眾話題同埋生活小品。咁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片幾唔錯嘅話咧，歡迎 subscribe 我 channel 同 share 條片出去啦。第10名嘅 Kamen Rider， Riderman 咧就冇自己嘅正片嘅，佢係喺 Kamen Rider V3 嘅後半部作品咧先至登場嘅 Kamen Rider， 佢亦都係 Showa Rider Series 入邊唯一一個咧係露半邊面嘅 Kamen Rider。話是話 Riderman 嘅前身 Yoji-Yuki 本身係 Deathstone 嘅幹部候補，前途無量嘅科學家，但係受到 Deathstone 嘅陷害，右臂就俾硫酸用咗，最終佢就俾佢嘅部下為自己做咗移植手術，成為咗 Riderman。由於 Riderman 咧唔係一個完整嘅改造人，加上佢嘅右臂係義肢，因此咧佢就唔似其他嘅 Rider 咁樣咧有 Rider Kick 嘅技能，戰鬥力都比較弱一啲㗎。取而代之嘅係佢嘅右手會使用一大堆武器嚟提升佢嘅戰鬥能力。最後俾 Kamen Rider V3 認同佢並冊封為 Kamen Rider 4號。好，第9名嘅 Kamen Rider，Kamen Rider Stronger。Kamen Rider Strong 嘅咧係第一位以電擊為主嘅 Kamen Rider， 因為變身者時嘅 Ryujo 喺發動變身嘅時候咧，需要通過2個手嚟摩擦生電。我本人覺得咁樣嘅動作咧，其實都幾搞笑嘅。另外 ，Stronger 嘅頭部尺寸咧就有一啲大，有種頭大身細嘅感覺。如果佢冇前面嗰個護衛甲嘅話啦，頭部個比例咧會更加明顯啊。話雖如此，第一次能夠睇到出電擊嘅 Kamen Rider， 其實都幾型仔㗎。尤其是後期 Stronger 啟動咗體內嘅超電子發電機進行戰鬥。簡直就係強到跌渣啦！加上 Stronger 咧係一位不折不扣嘅硬漢啊，真係呢一點啊都足以令到 Stronger 嘅人氣度大幅加分。OK， 第8名 Kamen Rider，Kamen Rider Super One。作為第9位誕生出嚟嘅 Kamen Rider Super One， 同過去嘅8位 Kamen Rider 唔同嘅係 Super One 係第一位自願俾自己設計、改造藍圖，再俾自己嘅團隊嚟改造自己，亦都係首位喺宇宙誕生出嚟嘅 Kamen Rider。加上佢嘅造型係以蜜蜂為主，雖然佢嘅雙手咧就有一絲絲啦，唔知道係咪當時嘅 designer 俾美國嘅 cowboy 風格所影響咧 ？Super One 最獨特嘅地方就係雙手咧能夠變成5種能力，分別係超級手、力量手、電氣手、冷熱手，同埋雷達手。而且佢仲一位格鬥達人，精通少林拳法。不過佢嘅變身咧就鬼死咁耐。而且 Rider Kick 都要喺空中先翻幾個跟斗。簡直就係白盾多過白面盾啊！變得嚟出得嚟都被敵人打死咯！白盾多過白面盾，馬來西亞潮語白盾即係花招、模式、花神咁解。白面盾顧名思義即係羽毛球，成句說話嘅意思就係花招百出，亦都可以用白盾多多呢個詞語嚟替代。輪到第7名嘅 Kamen Rider。Kamen Rider Zed J。嗱，我將呢2位 Kamen Rider 擺喺一齊，係因為佢哋無論係喺造型上邊，又或者係年份咧，都好相近。有唔少嘅 Rider fans 至今都仲係會將呢2位搞亂嘅。而且 Zed 同埋 J 都有共同出現過並一齊對抗敵人。Kamen Rider Zed 係為咗紀念 Kamen Rider 20週年而誕生出嚟嘅。而 Kamen Rider J 就係史上第一位能夠巨大化嘅 Kamen Rider。咁樣同 Ultraman 有咩分別啊？第
當然 Z 同埋 J 咧雖然係黑色時代誕生出嚟嘅 Kamen Rider， 不過當時嘅 Kamen Rider 之父Ishinomori Sensei 咧就仲在生，而且呢兩位 Rider 咧都係由 Ishinomori Sensei 所 design 出嚟嘅，因此呢就俾啲 fans 歸類為 Showa Rider 啦。可惜佢哋兩個都只不過係以極超班嘅形式出現喺觀眾嘅面前，冇長篇 TV 版嘅佢哋，冇辦法俾觀眾 feel 到呢兩位 Rider 更多嘅活躍。係有啲嘥啦。好，第6名 Kamen Rider。Kamen Rider Shin。Kamen Rider Shin 咧無疑係所有嘅 Kamen Rider series 入邊最為突出嘅 Kamen Rider， 佢亦都係Ishinomori Sensei認為最接近原作嘅改造戰士，完完全全就係一隻蝗蟲人啊！你冇講啊，我細時候真係俾佢個造型嚇親㗎，同我睇到嘅 Kamen Rider 完全唔一樣嘅，睇下個變身過程。場面Kamen Rider應有嘅標誌，信碼都冇呈現出嚟咯，我真係接受唔到咯。話雖如此，長大之後再睇翻嘅時候，反而覺得算係相當有魅力嘅 Kamen Rider。當初Ishinomori Sensei 咧係打算用蛻變嘅方法，將 Kamen Rider 孫由蝗蟲人慢慢進化到去一個完整嘅 Kamen Rider。可惜呢一個 project 咧最後都被 hold 住咗，導致 Kamen Rider 孫咧就一直停留喺序章，冇晒下文。而 Kamen Rider 孫嘅造型咧就一直停留喺蝗蟲人嘅階段，冇辦法睇到佢嘅最終形態，真係慘嘅啫。OK， 第5名 Kamen Rider。Kamen Rider X。因為 Kamen Rider 最大嘅特點就係幾乎會立住嘅架撐同敵人對戰嘅。雖然話使用各種武器進行戰鬥嘅先河係 Rider Man， 但係作為主角 X 咧都算係史上第一部立架撐戰鬥嘅 Kamen Rider。X 從變身腰帶抽出嚟嘅武器基本上係分為呢3種形態。繩索形態咧就係攞嚟捕捉敵人，攀登或者係當成鞭嚟用。擊劍形態咧就係當成西洋劍咁樣嚟刺向敵人，擁有切斷鋼鐵嘅切斷力。最常見嘅咧就係棒裝形態，擁有能夠承受2噸重壓嘅強度，扮死啲敵人。就連 X 發動 Rider Kick 嘅時候咧，都係利用鐵棍將自己甩出去再 KO 敵人。好似喺度玩個 gymnastic 咁樣，型仔還型仔咧，但係我個人咧就唔係好中意佢嘅變身方式，所以先冇列喺我嘅 Showa Rider 10大變身嘅排行榜入邊啊嘛。接落嚟就係第4名嘅 Kamen Rider。Kamen Rider Amazon。第一個喺日本以外嘅國家被改造出嚟嘅 Kamen Rider， 因此佢嘅造型同其他嘅 Rider 咧就唔一樣啦。一般上嚟講，當時嘅 Showa Rider 咧都係以昆蟲為原型，而 Amazon 咧就係以單巨蜥為原型。獨特嘅設計同埋引人注目嘅利爪尖牙，令到 Amazon 喺 Kamen Rider series 入邊咧可以講係獨樹一格。Amazon 喺對抗敵人嘅時候嘅撕咬動作，俾撕裂嘅敵人血液射到邊度都係嘅畫面。甚至仲放棄咗原有嘅 Kamen Rider 最常用嘅 Rider Kick， 改為低息 stun 作為 Kamen Rider Amazon 嘅必殺技，一擊劈落去，夠血腥，係 Kamen Rider series 入邊少見嘅充滿野性嘅作品。雖然喺2016年嘅時候咧，被 remake 成為網劇，算係屬於比較黑暗風格嘅 Kamen Rider Amazon。但係相比起嚟咧，我哋較為喜歡充滿野性嘅 Kamen Rider Amazon。好啦，第3名嘅 Kamen Rider。Sky Rider。Sky Rider 一開始係以 Shin Kamen Rider 嘅形式出現喺觀眾嘅面前，同時亦都係作為 Showa Rider 第2期第一個誕生出嚟嘅 Kamen Rider。因此佢嘅造型咧係回歸翻蝗蟲嘅原型。不過呢一位 Rider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史上第一個識得飛嘅 Kamen Rider。咦 ？Superman 喎！當然佢精緻嘅變身腰帶咧，可以講係吸引到我，而且佢都係第一位喺發動變身嘅時候咧，左手帶有殘像。整體上嚟講都算係幾型㗎。由於 Sky Rider 係識得飛，因此咧佢都有一紮從天而落嘅技能，俾人哋覺得咧佢有好多招數都係從天射落嚟嘅衝擊力，遠比起喺地面上彈起落地嘅技能強得多。咁樣咧，我哋就睇下第2名嘅 Kamen Rider。Kamen Rider Jack Cross。
Kamen Rider Death Cross 算係第一部唔係以長篇 TV 版嘅形式發布，不過佢可以講係當下最強嘅 Kamen Rider。OK 啦，所有嘅 Kamen Rider 都係當下最強嘅 Kamen Rider 噶啦，除咗電王。Death Cross 算係同機器人係冇乜分別嘅，因為佢嘅體內咧有99%已經係俾改造咗嘅，只不過係保留住外表嘅人形皮套同埋本身嘅大腦。So far Death Cross 嘅造型咧就真係好有忍者嘅 feel 噶，梗係啦，都話咗係 Ninja Rider 啦，冇 Ninja feel 唔通會有 Samurai feel 咩？亦都係因為咁樣啊，佢就有一大堆嘅隱藏武器。當佢發動 Rider Kick 嘅時候咧，就會全身發紅光，再將所有嘅能量咧聚集喺腳部踢爆敵人。雖然佢只不過得一部特別版嘅作品，都唔講得上係一部電影啊。不過喺2011年，經過一位日本漫畫家 Murata Sensei 開始連載咗 Kamen Rider Spirit， 將 Death Cross 嘅角色同埋魅力完全咁樣詮釋出嚟，更令到更加多嘅 Rider fans 就重新認識咗呢一位 Kamen Rider， 包括我，終於嚟到第一名嘅 Kamen Rider 啦。Kamen Rider Ichigo 呢個 V3。無可否認，冇 show 得嘅 Kamen Rider 咧就唔會有接落嚟嘅 Kamen Rider Series 啦。作為 Kamen Rider 嘅鼻祖 ，Kamen Rider Ichigo 咧都創出咗好多指定嘅 Rider 要素，例如複眼、腰帶、Henshin、Motor 同埋 Rider Kick 等。而 Kamen Rider 呢個咧就因為當時飾演開國大嘅樹嘅富士岡薩已經為受到傷而誕生出嚟嘅，變身姿勢咧都係從佢開始 create 出嚟嘅。我曾經咧喺呢條片都有講述到，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事後去睇翻㗎。而 Kamen Rider V3 嘅誕生咧，更加係延伸出 Kamen Rider Series 嘅續集，而且 Ichigo 呢個同埋 V3 咧都屬於係同一條時間線，三位 Rider 咧都會經常一齊聯手對抗敵人，亦都互相穿插喺其他嘅 Rider Series 入邊。就算係2005年嘅 Remake Video 咧，都係以呢三位 Rider 為藍本。可見佢哋咧係有一定嘅份量同埋地位，有啲將佢哋三位擺喺同一個名次入邊咧都唔出奇嘅。講完咗我心目中10大嘅 Showa Rider， 係咪覺得好似少咗邊個咧？喂，我都將所有昭和時代嘅 Kamen Rider 咧都 list 喺呢個排行榜入邊咗咯，仲有邊個冇 list 出嚟？難道你哋仲唔知道咩？因為冇出現喺呢個排行榜入邊嘅 Kamen Rider 已經係列為我嘅殿堂位置，一直都冇更換過。究竟係邊一位 Kamen Rider 咧？相信你哋都心中有數噶啦，不過都仲係要介紹嘅。Kamen Rider Black。Kamen Rider Black RX Kamen Rider Black 係我第一部睇嘅 Kamen Rider， 當時喺馬來西亞嘅電視節目上面開播咧係叫做八家鐵膽。如果你係嗰個年代出世嘅馬來西亞人，相信你對八家鐵膽呢個名詞唔會覺得陌生啦啩。Kamen Rider Black 人如其名，造型都係以黑色為主打，而且都攞走咗歷代 Kamen Rider 應有嘅圍巾，加上當時飾演當太郎嘅 Kurata Tetsuo-san， 簡直就係一位年輕有活力、非常光陽、非常陽光嘅小鮮肉，絕對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男神啊！對佢有興趣嘅朋友，時候可以觀賞呢一部影片。後期 Black 進化成為 RX， 呢個亦都係史上第一位擁有2部長篇 TV 版嘅 Kamen Rider。RX 係無疑喺歷代嘅 Rider Series 入邊人氣度最高嘅其中一位。佢唔單止開發咗以武器作為 KO 敵人嘅必殺技，同時亦都開發咗變形嘅要素同埋其他嘅 setting。喺呢條片入邊我都有講到嘅。感覺上我好似一直為自己啲片打廣告咁嘅。但係 ，by the way，Kamen Rider Black 同埋 RX 嘅魅力咧，唔會比過去嘅 Kamen Rider 差，亦都唔會輸俾而家嘅 Kamen Rider。有機會再幫大家 share 下佢哋嘅魅力啦。幫馬來西亞廣東話由客家話幫演變而成嘅，雖然佢有字面上嘅意思，但同時佢亦都有另一個意思，就係跟、替或者和嘅意思。例如，係幫義講，即係我跟你講；係幫你出票，即係我替你出頭；係幫你以前喐意，即係我同你一齊嚼佢。雖然而家連載嘅 Kamen Rider 之外咧，確實係百噸多多，我唔講翻係咪我啲童年懷疑定係啲咩嘢啦。對我嚟講咧，我依然係會比較鍾情於以前嘅 Kamen Rider，maybe simple and nice。只不過而家嘅年代係咁樣噶啦，唔搞啲百噸嚟講嘅話咧，啲人就係唔會睇噶啦。Anyway， 見仁見智啦。以上咧就係我心目中10大 Showa Rider 嘅排行榜啦。唔知大家認同我咁樣嘅排行榜冇咧 ？Anyway， 下次咧我都會同大家 share 下10大新時代嘅 Kamen Rider 排行榜啦，敬請期待下咧。唔知道大家中意邊一代嘅 Kamen Rider 咧？不妨喺個影片下低留下你嘅 message 同我 share 啦，好唔好？最後如果你喜歡呢個系列嘅影片嘅話咧，不妨 like and share， 唔好忘記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再撳下隔離嗰個啷啷，去 Facebook like 我嘅 fan page， 再到 follow 嗰度撳 see first。每當我有新影片出街嘅時候咧，你哋將會成為第一批收到風嘅觀眾啦。所以啫，麥得呢！